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？表哥，别问你。王爷，我在大街上遇到晴柔姑娘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看她无精打采的，我便叫她在茶楼坐了一会儿，开导她。没想到被某人误会了。王爷，若没有什么事情，我先退下。我的天哪！你这么说，误会才怪呢。哎呦，表哥，你就让我在你这儿躲几天吧。父亲让我嫁给二表哥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不喜欢他。反正你这次要是不收留我的话，我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哎，别，您这打算往哪儿撞啊？这院子里的东西虽然说不上是价值连城吧，可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再说了，你这万一砸坏了花花草草怎么办？万一碰伤了丫鬟怎么办？表哥，这王府还是要赔医药费的。这就算不用请郎中，那手脚不利索了，干起活来也不麻利了，吃亏的到头来还是我们家王爷呀。还有啊，人家丫鬟虽然是下人，可也是娘生的爹养的呀，你怎么就没有一点同胞友爱的精神呢？哎，表哥，行了，表哥。依我看，嫣然就暂且住下，回头我必会禀告舅母大人。谢谢表哥。王爷，凤凰楼来了一只真凤凰。真凤凰？对呀，比这些野花都好吗？哎呦，强太多了！此女不但才色双全，而且还精通西域的房中术。那本王倒真想见识见识。瞧好吧。这是双儿，从今往后，这就是你的家了。